你真爱吃面一下嘞哦，顶那个。他说，他这个三十万，我三十万要我做对，OK。我敢叫那，我敢尽量提示的来啊。啊，就是这样嘛，就是这样嘛。这我。是出来赚钱啊，对不呀？那啥了？然后这边个上面提白哦，是不是呀？要隔壁我老姐，要人家上那得，要我就得嘞那个得。瓜果娘们子对了。Chào đau